相当特别的小苹果当地传统水手在跳的舞。在这里呢，要特别的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说一下，在进行下面的这个演奏之前呢，特别告诉您分享的就是我们南艺国际民俗艺术节从1996年，也就是民国85年开办，一直到现在20个年头，是第10届了。好，接下来要为您担任演示独奏的手风琴精彩演出。是传统舞蹈当中古老的集体舞。那么这首舞码叫做《我在清晨醒来》，诠释的是男女并肩共舞以及各自展现自己舞技的演出。掌声欢迎！